一堂學校係於1960年由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創辦嘅，至今已經屆65年啦。最初係位於九龍公主道7號嘅政府資助小學，係分上午校同下午校。喺2007年呢，我哋就接收咗隔離嘅巴富街資源中心嘅校舍。喺同年嘅9月開始，我哋將2所嘅校舍合併成為1所優質嘅全日制學校。合一堂學校係一所愉快、和諧、充滿愛心同埋關懷嘅學校。我哋嘅教師團隊同家長、校友、教會、社區同埋辦學團體都能夠衷誠合作，為提供學生德、智、體、群、美、靈6育並重嘅課程同埋活動，我哋致力培養學生成為敬神愛人嘅良好公民。信望愛傳65載，謙知誠信育人才，係合一堂學校本學年嘅口號。信望愛係我哋學校嘅校訓，不論師生總會喺學與教嘅路途上面對住唔同程度嘅挑戰，但係我哋仍然會堅守信念，持續將信望愛3個重要嘅信息傳承俾師生同埋家長。謙遜、求知、承擔、信心服侍係我哋合一人嘅特質同埋持守嘅價值觀。我哋會透過唔同嘅學習經歷，培育我哋嘅同學時刻保持謙遜嘅心，懂得尊重他人。除咗恆常嘅課堂之外咧，學校仲增設咗多元智能課程，積極創建一個重視探索嘅學習環境，鼓勵同學主動求知。同學喺團隊合作當中，亦都學會承擔嘅責任。我哋亦都會透過堂校協作，加強引導同學服侍嘅心，能夠信心服侍上主，服務社群。為咗讓老師更有效照顧同學嘅個別學習差異，我哋好積極喺各科裏面融入適宜性教學策略，配合返電子學習，令到課程更加切合同學嘅興趣同埋能力。此外，英文科會按同學嘅學習能力進行分流教學，增加同學學習外語嘅信心。我哋都非常注重 STEAM 及 AI 教育，各科課程均會結合創新科技，利用 AI 程式進行創作活動。我哋嘅同學均具探究精神。喺合一堂學校入邊，我特別中意合作學習，同同學仔一齊討論問題嘅時候，可以激發唔同嘅諗法，令我更加深入咁理解課程嘅內容。多元教學法令我嘅學習變得好有趣啊！專題研習可以俾我探索到自己感興趣嘅主題，提升咗我嘅分析同埋創意能力。I learned to think and communicate more effectively in English, and I am grateful to join the English Drama Club, which completely transformed my English skills and my confidence. It is our aim to offer every student the opportunity to attain the maximum degree of bilingual competence that they are capable of. We especially focus on the 4 foundational skills: communication, creativity,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喺課外活動方面啦，同學可以根據自己嘅興趣選擇唔同嘅小組活動。學校亦都設有小童軍、幼童軍同埋升旗隊等制服團隊。我哋希望透過有系統嘅訓練，培養同學成為更有責任感、使命感嘅合一精英。此外，我哋為同學設立多元智能課程，將恆常以外嘅課程、創新科技同埋健康生活有系統嘅聯繫，從而可以加強同學嘅共通能力。對於有潛質嘅同學，我哋亦都會安排同學參加我哋嘅校隊。現時校下有13隊校隊，唔少校隊喺校際比賽裏邊都取得優異嘅成績。最重要係讓同學可以肯定自己嘅能力，增強自信。作為一間基督教嘅學校，我哋都會定期舉辦宗教嘅活動，引導同學去認識上帝、明白真理。教會同學校攜手促進同學喺身心靈以及社交等全方位嘅發展，實踐有信仰嘅生活。本校喺本年度榮獲樂系校園獎勵計劃嘅傑出大獎，印證咗本校喺行動、知識
情義、人際以及家社5大範疇，均有出色嘅表現。我哋會持續培養同學具備服侍嘅心，繼續榮神益人，服務社群。作為家長，我非常感謝學校嘅教育同關心。我哋同老師之間嘅合作非常愉快，彼此嘅信任讓我哋能夠為小朋友嘅成長努力，為佢哋將來打下結實嘅基礎。祝合一堂學校65週年生日快樂！回想起學校嘅日子，我充滿咗美好嘅回憶。老師豐富多樣嘅教學方式，讓我對學習產生咗熱愛，以及對我嘅鼓勵。佢哋唔單止教識我知識，更培養咗我嘅思考能力同自信心，對我後來嘅人生同事業有深遠嘅影響。祝母校65週年生日快樂！祝合一堂學校65週年生日快樂！祝合一堂學校65週年生日快樂！喺過去65年，我哋一直以學生為本，致力培育具備合一精神嘅優秀人才。展望未來，我哋嘅同學會繼續持守謙知誠信嘅生活態度，做一個學會謙遜、努力求知、具備承擔同埋能夠信心服侍嘅合一人，成為愛己、愛人、愛國同埋愛神嘅有為青年。信望